哦，对先生哦，伊看族谱了后，伊有心得，知影安怎看吼来。请赵先生啊，这赵主任来引导的。哦，感恩啊！这是影印本哦，杨林就是族谱家谱吼。对。哦，安尼大赵先生，伊的看法安怎看？看这记录安怎看？哦，大房。大房啊。哦。啥大房啊、二房啊、三房啊，对啊，伊说呢。我只现内底哦，现底若有啥，阮以前我是拢有现我以前我都写，我都是家己记的。或者你有翕着啊？你有翕着，头拄翕着，我甲伊写。是啊，头拄我有录入去啦。对啦。我有录啦。对啊，看你纸夹纸遐啦，纸甲夹纸遐，这张纸。哦，看像这张纸要夹纸遮。较好找无？这张就是阮迄落去啦。哦，对了，哦，怎样对？哦，阮阿公就伊啦。哦，对。阮阿公是迄个自己啦。啊哩啊，对，有看到赵添财主任啊。啊，这拢共做。这是我啦，这是我，这阮第二个，这阮细啦。哦，有影对。咱这边兄，这是阮这落来，是阮安立落来。对，阮阿公啊，做赵进丁的，啊进是进江的进，加官进拢的进。这是阮家留落来。阮咧做着天主，南啊主迄字主，南啊坑南啊主迄字着天主。啊，但讲你迄倒甲当要搬去，做吼南头港的。哦，安尼好。啊，这有写第有偌济岁啊？31岁哦。32岁啊，这阮有甲你个，阮有甲对啊。34岁，安尼赵主任偌济岁？35岁、36岁、37岁，赵主任吼。哦，赵主任都70、80岁啊，70外岁哦，啊第37岁，哦，感恩啊。这是我立落来，这是阮立落来。哦，好。啊，人讲一世偌济冬安尼，37岁都，哦，清华冬。这是阮立落来。清华冬安尼吼，迄祖先，迄杨林里底，福建的啊底。哦，杨林中建的。哦，福建的杨林。哦，还有机会来查看迄个做杨林。哦，杨林哩。青杨。哦，这有呢。哦，这。哦，泉州五晋江县杨林乡三都。哦，肇事祖先。哦，神像，感恩啊，做广州嘛神像，感恩啊，就比哦，福建晋江的对哩。晋江啊。晋江是泉州的咯，晋江是泉州呢，晋江是泉州呢。泉州对，泉州啊，泉府啊，你写是泉府遮个。对，晋江是泉州，对。啊，梁溪是迄做漳州啦。对。哟，梁溪是泉州啦。安尼好啊吼。哦，感恩主编啊，吼，安尼知影，原来杨林就是杨林乡啊。哦，安尼。哦，做泉州。是写这杨林，就是咧纪念伊落去啦。祖先的迄个祖基地啊。对啦，祖基地。哟。啊，像阮阿公的迄个下墓牌，阮就甲写杨林。哦，墓牌啊，还有写杨林。杨林，咱就啥讲造家啦。哦，杨林人啥造家，对。感恩啊，有影对，迄郡望啦吼，郡墓啦吼，迄名墓迄是墓啦吼，对，人伊早讲的这郡望名墓，对，谢谢。